話見到你皮膚咧，即係有啲敏感啦，同埋呢啲位置咧都會有少少斑仔。咁我哋咧公司咧有一個新嘅產品啦，就叫做沙拉飄。咁佢做啲乜嘢咧？其實咧佢係做皮膚嘅光澤啦。第一次咧你就會見到有一個嘅光澤，同埋咧其實你諗下，呢家咧有好多客人咧，無論佢打水光槍啦，或者可能去搽嘅護膚品啦、化妝品啦，其實所有嘅人或甚至乎你，其實都係追求一個水光肌嘅效果。咁呢一套飄咧，其實一次就已經做到效果。但係唔單止係咁樣嘅喎，其實咧呢一套飄咧，佢做耐咗之後咧，其實咧佢係實屬咧係一個皮膚嘅管理。因為咧，佢可以幫到一啲荷爾蒙斑啦、紋理啦、暗瘡啦，或者一啲嘅暗瘡痘嘅疤痕啦，或者係一啲嗰啲叫咩石頭瘡咁樣嘅。咁其實佢做耐咗，客人可以1個星期做一次啦。咁做耐咗之後咧，其實就會有呢一個波波嘅效果咁樣啦，就唔係單一套飄咯。同埋甚至乎咧，好似我自己親身為例啦，我做完之後咧，其實我覺得咧眼四周嗰個紋理咧，其實都係會滑咗過。但係呢一個咧係一個 bonus。係啦，佢係一套飄嚟嘅，但係其實佢就咁你瞓低咗做咧，做耐咗咧一段時間咧，其實都會有以上嘅效果咯。無論係針對紋理啊、膠原蛋白啊、水分啊，佢都可以有改善嘅，係幫到你皮膚嗰個儲水量去改善嘅。同埋咧，佢嗰個我哋咧呢一 set 嘅產品咧，其實佢係一環扣一環嘅。除咗佢裏邊咧有一個專利嘅成分 DEDATEC 啦，同埋 UPSO 之外咧，咁 DEDATEC 咧呢一個成分咧，其實就等於好似人食咗益生菌一樣。咁因為我哋腸道其實你試下諗下，我哋腸道如果惡菌太多、壞嘅菌太多，會點啊？我哋咪好容易會抵抗力差咯，咪好容易病咯。其實皮膚都一樣，我哋皮膚咧嗰個皮膚嘅生態啦、循環啦各樣嘢咧，好菌同益菌咧係需要平衡嘅，咁就會冇咁多敏感啦、炎症啦。尤其是咧過咗新冠之後咧，其實有好多客咧，因為打咗支針之後咧，其實佢係皮膚咧係好容易敏感，同埋係唔知點解會敏感。呢一 set 咧佢都可以幫到，因為咧佢係做裏邊嘅。係啦，但係第一次咧就可以見到係人都追求嘅水光肌咯。咁同埋咧，佢裏邊咧，佢玫瑰痤瘡啦、濕疹皮膚啦，同埋一啲敏感皮膚都可以做到。但係大前提，即係你要同客人講咯，即係你要皮膚分析佢咯。太多傷口嘅、發緊嘅唔做得。咁另外咧，我哋呢一個咧有呢一套飄咧，其實佢嘅鹼性飄啦，佢 pH 值咧係9水係7，咁所以係好溫和，就唔同以前嗰啲酸啊、幾多度啊嗰啲咁樣，佢係唔會有一個嘅修復期。你可以做完佢之後，立刻做高能量嘅儀器啦，你自己去加佢啦咁樣啦，係啦。同埋咧，我哋係一環扣一環嘅，因為喺你洗面嘅裏邊咧，其實咧佢已經有沙拉飄裏邊嘅成分，有 LHA 啦，有 UPSO 啦，同埋 DEDATEC。咁咧你洗完之後咧，其實你已經見到咧，逐步咧皮膚係光亮咗啦，紅咧係降咗。咁佢係環環相扣，同埋洗嘅時候咧，你聞到好香嘅橙香味。咁另外咧，其實我哋有一套飄咧，咁有 basic 啦，同埋 ultra 啦。咁咧 ultra 係 basic 嘅2倍咯，濃度高。因為 basic 係做一個淺層嘅色素啦。ultra 係深層啦，咁佢係逐步咁樣去改善你嘅皮膚咯。咁咧個 mask 咧，其實佢係延續沙拉飄嘅 mask。你唔好睇喎，一個保濕 mask 咧，其實係喎，我有普通嘅保濕 mask。啱啊！你周街都係，你嗰啲都好靚㗎，你周街都可以買到。但係其實佢最特別係啲乜嘢咧？其實咧佢裏邊咧，除咗有咧水解膠原蛋白之外啦，有積雪草可以幫你修復翻皮膚之餘啦，其實咧佢裏邊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成分，除咗佢可以延續翻沙拉飄嗰個令嗰個效果之外咧，佢有精氨酸啊。因為精氨酸咧，其實佢係令到皮膚可以有一個長期滋潤嘅感覺。當然啦，如果我睇你嘅皮膚咧都真係有啲乾嘅，就需要一段時間咯。佢
佢除咗係令到皮膚持續去水潤啦，可以幫皮膚生水之外咧，其實咧佢可以令到嗰個膠原合成得快啲嘅喎，同埋咧呢一個成分咧都係可以幫你去修復㗎。因為做一套飄咧，其實一定要做翻一個嘅修復，如果唔係咧，皮膚嘅底層咧好似穿咗窿咁樣咯，佢就去幫你修補翻咯，同埋客人咧做得耐嘅時候咧，其實佢皮膚會越做越好咯，咁樣。一個星期做一次定係？一個星期做一次，高能量嘅就2個星期做一次咯，可以咁樣去配合咯。同埋咧，一陣間咧，喺幫你做嘅時候咧，咁Trina 都會去教你噶啦，做嗰個嘅步驟啦，同埋喺 mask 上面咧，其實已經可以幫客人碌細胞肌啊、電住滲啊嗰類嘅肌咯，可以幫助佢吸收嗰個 mask 咯，咁樣咯，係咯，有冇咩唔明？